Hello，我係 Sandra 啊。今晚我哋喺觀塘食一個298蚊嘅無限時火鍋放題，估唔到呢一個價錢都可以無限時任飲任食，唔使睇時間慢慢食，仲會跟埋花膠雞同埋原汁原味嘅雞湯鍋，而雞仲可以無限添加，有咁滋補嘅湯就要先飲湯後打邊爐，另外仲會送頂級牛勝盤，再跟埋一次性嘅新鮮時令海鮮盤，質素真係高㗎。而自助區係有好多任食嘅火鍋配料，同埋有小食啦、甜品等等。另外有多款嘅罐裝啤酒，有汽水啦、有茶都係任飲。今次大家嚟仲會送優惠俾大家，咁正就一齊去試下。大家過嚟坐港鐵喺牛頭角站行過去比較近，咁然後咧要喺 B 出出，經左邊嘅行人隧道直行，上嚟地面之後直行。然後轉左入鴻圖道，嚟到街口離遠就見到紅綠色嘅建築物，就係要嚟呢度。大約步行5分鐘，咁就嚟到呢一座鴻圖樓。就喺呢度入去，可以行樓梯啦，或者搭電梯上3樓。上嚟就係呢一間一本食堂。呢度星期一至日都會有晚市放題，時間係由6點至11點，而星期六日咧都有午市放題，咁提供嘅時間咧就係12點至4點，都係無限時㗎。先睇下呢個無限時火鍋放題嘅價錢啦，成人每位係298蚊，就會有真材實料嘅花膠雞鍋，小童4至11歲係208蚊，另外係送時令海鮮盤5款，同埋頂級牛勝盤都係一次性，而無限時任食嘅食物同埋飲品都係擺喺自助區，係包括前菜啦，有甜品、飲品同埋啤酒，咁火鍋配料都非常之多㗎。晚市就會收加1，咁但星期六日嘅午市係免加1㗎。我哋6點嚟到，晚市係啱啱開，可以食足5個鐘。呢間餐廳嘅裝修係好日式，咁因為本身咧係日式餐廳，但亦都有火鍋放題。咁呢度餐廳嘅裝修係好舒服，座位之間就唔會好密。另外呢度有一間好大嘅包廂，可以容納到20人。呢度環境真唔錯，仲會有梳化啦可以坐。最低消費係5000蚊，咁人均計都 OK。首先湯底啦，同埋花膠雞係先嚟到，湯底係奶黃色，一睇就知係非常之濃郁。咁而雞同埋花膠都好靚，花膠係每人2條，咁我哋4個人就有8條。而雞係無激素嘅三黃雞，咁靚嘅雞居然可以再無限添加，可以食到夠為止啊！打邊爐之前先去自助區睇有啲咩食啊！呢一邊有小食榴蓮炸蛋，另外有炸魚皮同埋響鈴，另外聞到好香嘅係台灣香腸，跟住有熱辣辣嘅關東煮，咁同埋洋蔥圈。另一邊就係火鍋配料，係有丸類啦，有餃子、豆腐類，以前係要寫紙仔嘅，咁依家改咗自助式就會更加方便嚟攞。另一個櫃係有麵啦，有瓜類，有冬菇、牛肉同埋豬肉都有。亦都有蔬菜，跟住有冷盤小食，有甜品，都包裝得好乾淨衛生，仲有啫喱，有冷泡茶，生果亦都係細細碟，係好方便攞。小食嘅品種都好多啊！而飲品係有罐裝啤酒，有幾個牌子嘅選擇，可以無限時任飲。唔飲啤酒亦都有各種嘅汽水，同埋一啲罐裝嘅飲品。另外都有雪糕，而火鍋醬料都係自助形式，就可以自己調配。見台面已經送嚟咗海鮮拼盤，我哋4個人就有4人份量，係每日新鮮嘅時令海鮮，都係由水即湯嘅，咁所以都係非常之新鮮。另外送嘅頂級牛勝盤亦都嚟到，係包括係有頂級牛小排、頂級牛肩胛、安格斯牛板腱同埋雪花一口和牛粒，全部都係靚嘅牛。
之後送嚟即炸嘅蝦同埋炸雞球，另外有荔枝蝦球，全部都係新鮮熱辣，食完仲可以無限再添加。炸嘅嘢食真係質素係會比較好食。雞球係熱辣辣，外脆內軟，係好香脆。炸蝦亦都好酥脆，新鮮炸咧就好食。咁荔枝蝦球係做得好靚，估唔到放題都有得食。外層係脆脆地，咁入邊嘅蝦就好鬆軟好味。頭先幫我哋落呢啲花膠同埋雞，而雞係80%熟左右，咁所以咧就唔使煮太耐，亦都唔驚咧係會煮到太老。湯係完全冇加任何味精啦，同埋調味，都係真材實料熬製嘅雞湯。滾咗個湯係好香雞味，咁自己煲雞湯就冇咁濃啊。我已經好心急要試下啲湯啦，因為湯就冇任何調味，可以睇自己嘅口味加啲嘅鹽。我覺得加少少鹽就會出翻啲雞嘅甜味，湯係好香滑，就好似奶一樣咁滑啊。咁雞香味就濃，再試埋個花膠同埋雞，係真嘅靚花膠，就唔係任食嗰種花膠，係好黏口啦，好有膠質。而雞係有雞香味，就唔係雪藏雞嗰隻。點一啲火鍋醬料係好好味啊！飲完湯就開始打邊爐。就會有一樽清雞湯加落去，就唔係用清水，都會係雞湯底。我哋先落啲海鮮，呢啲蠔咧係超巨，有我手掌咁大。打邊爐就淨係落啲蠔肉，就唔使連殼擺落去。熟咗個蠔都係肥嘟嘟，食落非常之新鮮，係好鮮味，完全係冇腥味，口感係好嫩滑。另外有新鮮鮑魚。佢就唔算係好大隻，咁但有鮑魚都算係唔錯，口感係好煙韌彈牙。通常新鮮嘅鮑魚口感都會好好。另外有白鱔片，都好厚肉啊，佢肉質都好靚㗎。果然係食到有魚味，有少少彈牙，但亦都有魚嘅質感，真係新鮮啊。而帶子亦都好大隻，淨係將個帶子肉倒落去，食落個肉質就比較有口感，非常彈牙。另外係有羅氏蝦，係好長啦，好肥嘅巨蝦，就全部擺晒落去啦。咁肥嘅蝦就要煮耐少少先食。睇下有冇蝦膏先，係勁爆膏啊！哇，好正啊！至於牛肉係有4種，見到個牛小排嘅雪花好靚，雪花係特別均勻。食落非常柔軟嫩滑，佢油脂味咧好香噶。而牛板腱通常都會比較有咬口，但呢一隻又比正常嘅軟腍，口感又唔錯。另外牛肩胛嘅雪花就唔多，但就唔會柴，咁同埋都幾腍噶。而雪花和牛粒係最香牛肉味，嗰種牛香味一試就覺得係好濃。呢個拼盤嘅牛肉都係好靚啊！跟住嚟到超級長嘅鰻魚壽司，就係送俾睇片嘅觀眾。只要訂位嘅時候講明係生活合資嘅觀眾，就會贈送每人一件特長鰻魚壽司，原價係30蚊，優惠期係至到25年嘅5月31號。咁長嘅鰻魚真係唔知點入手食，度一度原來有8寸長，係好厚肉嘅鰻魚，入口係超彈牙，燒得好香。加埋有甜甜地嘅醬汁就好好味。食完咁多嘢食就已經差唔多飽，但都試下自助區嘅小食，就每樣攞少少試下啦。台灣香腸係好粗，頭先都聞到好香，熱辣辣好甜嘅，我係好中意食啊。洋蔥圈係好香脆，好香口好食。咁仲有炸榴蓮，入邊係爆漿榴蓮，好香甜。另外攞咗自助區嘅肥牛，咁如果係食肉獸，仲可以再繼續食。咁亦都有豚肉，就一定食得好飽。肥牛係有啲脂肪，食落都幾腍，就唔會話柴。大食嘅朋友就可以慢慢食到夠。豚肉睇落都唔錯，個樣都幾靚。試落係完全冇豬騷味，肉質係好柔軟，可以任食都算係唔錯。我哋真係食得太飽，咁所以咧就冇再試其他嘅火鍋配料，健康少少就淨係食少少嘅菜。
落喺雞湯嘅菜係特別香滑，咁菜都變得好好味。另外亦都試少少嘅甜品啦，同埋生果，每款細細碟就唔會話太飽。呢度嘅泡芙係好冰凍啦，係特別好食。最後係要食雪糕，雪糕係香港製造嘅牌子，係有榴蓮味就梗係要食咯。榴蓮味好香㗎，咁呢一款牌子嘅雪糕就唔會太甜啦，或者太流。而朋友攞嘅士多啤梨味同埋芒果味，佢哋都話好香水果味。總括呢一次嘅無限時放題，298蚊就有咁高質，淨係食靚嘅花膠雞湯鍋，仲有海鮮拼盤同埋頂級牛星盤，都已經值回票價，都未計任飲任食嘅自助區食物。喺呢度無限時就可以食到飽為止，好啱中意傾下偈啊，慢慢食嘅朋友。咁而呢度地方咧都乾淨舒服，環境都好好，我覺得 CP 值係好高。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次嘅介紹，大家記得 like 留言同埋分享出去，仲未訂閱嘅記得訂閱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